你有冇試過乜都冇做都覺得好攰，連倒垃圾、晾衫呢啲小事都要喺心入邊掙扎好耐？你唔係懶，係你個身體正在自救。今日同你拆解咩叫低能量體質。當一個人長期處於壓力、孤獨或者情緒被壓抑嘅狀態入面，你個神經系統會自動啟動保護模式，佢會逐漸關閉一切同生存無關嘅功能，令到你做任何事都覺得好消耗。呢個唔係心理作用，係生理反應。你以為自己想出去行下透透氣，但行咗冇耐就累到唔得，成日躺喺度都換唔返嚟。點解？因為你嘅身體已經進入咗低功耗模式，所有嘅能量都用嚟維持基本運作。你以為自己拖延，其實係身體幫你避免徹底崩潰。你以為自己浪費時間，但嗰啲只係你個身體拼命為自己爭取喘息嘅空間。呢個叫做適應性關機，唔係你唔夠強，係你嘅系統太聰明，佢知道如果再繼續硬撐，你會真正散晒。所以低能量體質唔係病，係神經系統嘅保護機制。好多人會責怪自己，點解我咁廢？點解我咁冇用？但你要明白一件事，你唔係冇用，你只係用錯咗方式去處理自己嘅能量危機。你以為要逼自己喐，要逼自己打起精神，但呢種對抗只會令低能量更嚴重。真正需要嘅唔係意志力，係允許。允許自己消沉一段時間，允許自己靜心冥想休息。你可以乜都唔做，就喺度靜靜發呆，俾自己一個喘息嘅空間。你需要嘅係用時間去消耗掉嗰啲負能量，而唔係用更多嘅應該嚟壓迫自己。低能量唔係你嘅錯，而係你嘅身體喺度話俾你聽，係時候停低，好好照顧自己。當你用溫柔去填補嗰份空虛，身體同心靈都會慢慢恢復平衡。嗰啲灰暗嘅日子會喺不知不覺入面被光照亮。呢個唔係雞湯，係真實嘅能量重建過程。真正嘅自救唔係靠意志對抗身體，而係學識點樣同身體合作。你要明白，低能量只係一個信號，提醒你要調整節奏、補充資源、重建結構。身心能量嘅管理從來都唔係硬撐，而係溫柔而堅定嘅自我修復。如果你都經歷緊低能量嘅困擾，記住你唔係一個人。關注 Jackie， 我會用結構化嘅方式帶你重建身心能量，行出呢個循環。